实在受不了你身上这个线头。我注重的是细节，是细微的变化。注意看，有没有发现我的发型稍微有一些细微的凌乱？它是一种充满活力的蓬松感。那是因为我每天都会抽出时间来烫一下。可能一般人不会注意这些，但是它对一个人气质的改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所以说，要尊重自己的每一次选择，不然你永远也达不到我的这种境界。你也知道，如果相差的太多，我是没有办法接受你的。有道理。服务员，麻烦一杯啤酒。青岛燕京雪花、哈尔滨百威科罗娜，你选哪一款？不是每一种牛奶都叫特仑苏的。我觉得青岛啤酒就好了。据我所知，青岛啤酒旗下有10几款产品，它们无论从口感、酒精含量还有色泽，都有着细微的差别。美女，你现在选择的是一款要进入你嘴里的产品。天哪，你究竟是怎么做出正确的选择来选择勾引我的？服务员，一杯白开水。OK， 正确的选择。服务员，来一杯生理盐水，水温在27度左右，谢谢。含盐量的误差呀不大，就是水温有点低了，凑合喝吧。哦对，吸管儿。看来你也知道啊，像这种小酒吧，一般卫生水平都不达标，天知道杯沿上有多少人流下来的口水。来喝吧。再见。哎，对不起，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希望你不要拒绝。未经过我允许触碰我身体的人都是非自然死亡，别怪我没提醒过你。美女，我想你误会了，是因为我实在受不了你身上这个线头。我还是得杀了他，他不死我怎么就那么难受呢？白白姐，你喝点水消消火啊。看来那个男人的杀伤力真的很大。去帮我问问那个刘小姐，心理咨询师的电话。心理咨询师能不能挂急诊的啊？美女，是在这挂号吗？往边上站啊！往边上站站，听不见啊！我为什么要往边上站啊？你这儿没有人。我说让你往边上站，你就往边上站。你踩我脚半天了，我怎么给你挂号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疼死了！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白甲。孟医生，好玩吗？季军，你是你？哎。都说了别这么狠，又吓跑一个。哎。
怎么啦？又缺人骂你啦？说话呀！上回不是挺有活力的吗？怎么这回哑巴了？是你，看来骂你的人还真不少。你就继续挑衅吧。我这好像有一个包，不知道是谁的，我帮你看看里头有些什么东西啊。拜拜。还没走出那个事儿男的阴影啊？怎么这回见了心理医生，反而起了反效果呀？哼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啊！你又怎么了？上次你让我打电话那个禽兽，竟然就是这次我要看你的心理医生啊！而且我包还落那儿了。客户，每一个做广告的人，即使再刀枪不入，都有一根软肋，那就是客户。而我们从进入这个行业的第一天起，就处于这个食物链的下端，而客户就是我们的天敌。又来了，护士姐姐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那天我把包落在了孟医生的诊室里，你帮我拿出来，这事就咱俩知道，我请你吃饭。你说什么？大声点，来靠近点说。啊，不了不了，我怕踩你脚。哎呦，没事儿，这里面踩不到。来来来，哎，美女，给你说，你干嘛？孟医生，上次跑路那个病人又回来了，你赶紧的，要不然又跑了。珍米小姐，不好意思，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。再说，我下一个病人也已经来了，可能要请你先。可是孟医生，我怎么觉得我一离开这儿就浑身难受啊？再说了，你不能让你的病人就这样痛苦的离开吧？难道在你心中，他比我还重要吗？不是的，是你今天只约了2个小时。那就再来2个小时嘛，钱都不是问题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不然这样吧，我下次帮你约半天的时间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拿什么跟我争啊？把你的眼镜、帽子、口罩都拿掉吧，又不是不知道你是谁。把包还我，快点！当你需要别人帮忙的时候，请记得说请和谢谢。你帮什么忙了？我把包放在你这几个小时就算帮忙了。好啊，那我问你，那天你要求我抱你，又算什么？我警告你啊，你别得寸进尺，得了便宜还卖乖，不然怎么样？凶什么凶啊？看包里有少什么东西。等一下，我们以前也不认识，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？想想那些被你伤害过的女孩吧，你就会知道我为什么对你这种态度。上车聊聊，聊聊就聊聊。走着。也就是说，你不但不喜欢孟医生，而且非常讨厌他，是吧？我明白了，你喜欢女人是吧？
还真不是。追命小姐，其实你看到的孟青南只是表面的假象，他其实是一个人面兽心的色情狂，很多女孩都被他猥亵过。我不信，他从来没有猥亵过我。是啊，我也觉得特别奇怪。无论你们怎么看他，都不影响我对他的感情，因为我相信在他心中肯定跟我想的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是他没有我这么善于表达罢了。一定是这样的。真不好意思把你当情敌了，都怪我们孟医生太优秀了。是啊。那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追命小姐，你想不想完完全全俘获孟青南啊？我倒是有个办法，那我那事儿可以先放一放。交给我来办吧。行。喂，你好。什么？那时间呢？地址 ？OK， 您放心，我一定准时到。嗯，好，再见。Yes。